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9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是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国民党的黄健庭去互提名做监察院副院长，却引起调研不满，下晡也取消名单的公布。在今仔日，中国军机又搁飞来到台湾西南部空袭，这是11天来第5摆来到。军校的教授长期对学生美国上教评会也决议讲，要甲教授改评后3档。监察院的人事提名案在今仔下晡本地就被公布，却因为副院长的提名人黄健庭引起争议，却引起政内反弹。不过，若国民党要用听权做处分，民进党的立委加副秘书长林辉鹏拢表态反对。黄健庭本人下晡表示讲，伊会接受提名，是希望台湾的社会变较和谐。若准无国民党的祝福，伊也甘愿退出。我要坦白讲哦，我会被提名。我自己非常意外，谢谢总统的肯定。调岗出面向媒体澄清，前台大馆长黄健庭因为团师会被提名为监察院副院长，这项超越党派人事案引发各界议论。原定19下晡3点，总统府要宣布，不过临时通知取消。黄健庭随后调开记者会，强调若是无所属政党国民党的祝福，也退出提名。我之所以接受这个提名，是希望我能够扮演一个促成社会和解这样的角色。我自己认为，以我的历练，可以在这个职务上面做出贡献。我要说，如果这个提名案得不到国民党的祝福，那我会退出。黄健庭向国民党温情化话，不过因为接受执政党职位却是无事先通知，党部已经真紧做出停权处分。党主席江启臣也强调，民进党无事先的政党协商，国民党更加表示，监察院提名人应该爱主动退出政党才接受。伊先得到民进党支持，明显已经无祝福。尊重他个人的决定啊，但是这一切还是依照我们党纪的相关办法来处理。那国民党无支持，民进党甲其他政党也反对声音。黄健庭在馆长任内，因为美丽湾案件引起争议，所以立委任内更加开设收受回扣。民进党立委林淑芬伫面试发文讲，实在是相当无，讲伊红判行政违法，敢有资格去监察院咧？好，也有涉案在身，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如何能够这一个来行使这样的对公务员的纠举？是他个人从政以来相关的一些案件备受大家质疑。民进党立委真侪批评，就连民进党副秘书长林辉鹏拢经过面册表示反对，讲这消息若是真的，伊无赞成，也希望高层搁再思考。因为民进党内部反对声音真大，黄健庭的人事提名被按下，拍乱原先规划布局。黄健庭曾经涉嫌过贪污，适合当监察院副院长吗？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行政院的前副院长陈其迈要去拼高雄市长的补选，行政院在今日也公布新的副院长是由经济部长沈荣津来接任，经济部次长王美花也会接经济部长的亏。这两位拢伫经济部服务真久啊，希望伫疫情了后的振兴会当互台湾愈来愈好。陈其迈请示副院长投入高雄市长的补选，行政院公布上新的人事，因为伫咧疫情的期间，带领翠岩国家队表现了真好的上强乌子赏，也就是经济部长沈荣津接任行政院副院长。沈荣津伫咧经济部服务38年，为基层做起，做过工业局的局长、经济部的处长到部长。望伫咧刷落来，振兴国家队当中扮演真重要的角色。在1个月之内完成60台口罩机的组装，那后续32条新增口罩产线，沈副院长的功不可没。未来呢，苏院长希望沈副院长对业界的娴熟程度，在经济领域的长期耕耘，可以成为有政府拼经济的最佳助手。那经济部长嘛由现任的经济部处长王美花来接。王美花是台大法律系毕业的，伫咧经济部制裁局服务要20年，为局长做到经济部的处长，筹备监督甲推动智慧财产局的租值条例修正法，也阁有专利法修正案。伫
伫咧对外经贸的方面嘛真熟手。伫疫情期间，负责统整物资，接落来伊会用伊法律的专长，甲经济法规的环境做甲更较周至。王美花部长同时也是法律人，对于涉及产业许多法规调整有独到的想法跟见解。苏院长呢，一向是拔擢9任公职，从基层做起的优秀公务员。因为王美花的翁婿是现任的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外口传讲人事是有所考量。不过行政院是澄清讲，王美花做公职真久啊，甲翁婿是啥物人并无关系。即马王美花接任经济部长，嘛替内阁增加一个女性的首长。工商团体对这项人事案嘛真懊恼，认为会甲国发会主委蒋明鑫组成铁三角是真值得期待。新明顶甲王美花按算会伫20早起做交接。记者综合报道。拄落任的陈其迈19透早就随走那个市场去拜票。国民党这边真有风声讲，新北市长侯友宜的二兄，也就是高一的院长侯明峰，有可能是正做国民党要拼高雄市长的人选之一。那赢这些的候选人竞争会愈来愈激烈。19早起，担任行政院副议长的陈其迈，登去高雄开始市长补选的头一届拜票。第一站就去韩国路北大玫瑰的时装购册市场，接落来搁去凤山肉豆公市场。无论是要翕相还是签名，拢会使表现出伊真亲切的风格。毋过高雄市今年有2届大选举，真侪人认为讲补选的投票率可能无悬。在6月6号的投票，已经证明高雄是一个民主的伟大城市。认真做，市民给你机会。那假如市民对你不满意，他也会用最高标准的来要求你。国民党方面即马传出高院议长侯明峰嘛有可能是国民党的人选之一，但其迈表示伊家无分哪力，尊重侯院长的选择。毋过新北市长侯友宜说讲，伊的阿兄对政治是无啥物兴趣。我二哥一辈子的志向就是做好医疗工作，然后关心南部，关心东部，尤其他视病如亲的个性，他还蛮适合当医生的。我非常的平常心，对于任何的事情，外科医师都是非常的稳健。高院院长侯明峰本人嘛出面接受访问，针对这个消息，无直接承认嘛无否认，敢若讲守护民众是因侯家家风，会以医治病人为优先。毋过民进党已经开始拜票，国民党说搁伫咧超人选，这时阵选战的脚步应该赶紧，才袂打开始就万人一脚步。记者综合报道。这几日天气热翕翕，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气温又搁再出现真悬的温度。19上悬的温度出现伫台东的大埔乡，气温有37.6度。用电的部分也搁再出现用电量上界上的记录。台电也表示讲会依照法规，甲中火的第2、第3机组加入去供电调度。不过环保团体也认为讲无重新启动的必要。日头赤炎炎，实在是热甲。伫咧花莲丰滨的北回归线公园，有国旅团的游客来遮佚佗，不过大概是包甲密，因为遮尔啊悬的温度，实在互人叫要记载袂掉。我朋友想要拍照，我在1、2处帮他拍。所以你不想站到外面去就是了。我拍一下。根据气象局观测的资料，19下晡3点半为止，上悬温伫咧台东大埔有37.6度，第2悬温伫咧新北的双溪有37.4度，也若伫咧花莲光复、甲宜兰台东嘛拢超过37度。排第5的是台东的关山。另外，气象局嘛对10个县市发布高温的灯号，其中花莲是红色的灯号。纵谷受不到海风的调节或是风的调节所以它基本上风的调节就比较少。然后最近刚好又是高压笼罩。因为最近全台湾连续的高温，6月18为止，已经有314个人次因为出现热伤害去予医生看，用电量嘛创下今年的新高。根据台电的统计，19上悬的用电量出现伫咧下晡1点50分，用电量创新高。台电表示，会依法甲台中火力发电厂第2甲第3号的机组纳入去供电的调度。我们不可能有10部机同时运转，那有的机组状况不佳的时候，就需要做调整。我们会挑状况最好的机组上来发电。台电表示，尖峰用电量继续伫咧增加，按算7、8月啊，尖峰用电量可能会达到上高峰，也若2台机组会当增加110万千瓦。
来增加电力调度的空间。也若重新启动2台燃炭的机组，造成的空气污染，唔来互台中人烦恼。环团认为讲，无需要搁提高备转用量率。这个备转容量率的时间，1年当中只有200个小时，也就是说，它在365天当中，它只有占8天，所以它不需要因为这样子少少的时间来去启动。环团指出，根据东海大学的民调，有7成的民众无赞成重新启动，用电量出现上悬的，大概差不多敢若有2点钟至3点钟。目前备转用量率也阁有够阴影，无需要提升到10%。虽然重新启动的时间也未决定，不过呼吁台电应该要谨慎来考虑。记者综合报道。国内解除封锁了后，头一个连假就是5日节连假。高铁在今表示讲，订位旅客真多，连假期间会阁再开4座的加班车。交通部长林佳龙也讲，这回连假高铁无自由座，会要求台铁甲各队的客运就要来提高载人客。因为考虑到防疫，高铁伫咧5日节假期拢对号入座。虽然已经甲34台列车，其中的33台调起来服务，不过也是无够用。高铁19拜5宣布，连假的期间会阁加开4班车，差不多是运量的上限。交通部要求台铁甲客运的业者，要做好倒数运的准备。端午节当天6月25号的部分，在傍晚18点以前，这个目前自强号的中长程座位都已经售完。建议旅客在其他的离峰时段，其他的譬如莒光号跟自强号还是尚有余座的。台铁表示，今年5日节连续假期订票的情形比去年还阁较侪，差不多增加2成至3成。也若公路总局分析省道，嘛会出现一波要出去佚佗的车阵。目前花东甲垦丁，伫咧5日节连续假期的订房率拢超过9成。台一线的水里寮到丰港的部分会有这个调拨车道，那么南回的部分呢，我们也会有一些车道管制的一个作为跟号志管制的一些措施啊。在苏花改的部分呢，我们也会把相关的道路上的资讯啊提早的告诉用路人，同时呢，我们也会做一些旅行时间的预测。公路总局嘛要求长途的客运业者要准备好势，按算5日节试运期间。逐工会开9600班的车次，试运差不多32万的旅客。目前5日节连续假期，自运的票已经超过15%，比往年搁较悬。到时会机动试运北华线客运的业者，伫咧5日节迄天半暝3点，到过当天中昼12点尖峰的时段，改行试运的路线，利用分流降低塞车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中国战机一再扰乱，中国接机19又搁飞来到台湾的空袭。空军司令部表示，中岛有侦查到中国战机进入到台湾西南部的空袭，也介因距离防空识别区。中共战机已经是对10日开始连续4天拢来扰乱咱台湾。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8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非常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国军发现中共军机飞入到台湾西南部空袭了后，伫11点半用广播加空中侦巡战机应对，顺利甲中国军机驱离。根据着国防部的记录显示，10日到今仔日已经是连续4天拢来扰乱。当港也发现讲，一架美国海军的飞行机要飞对西南部空袭，也引起美中军事比拼的猜想。伫咧宜兰壮围的海边啊，10日出现一个唔知虾米款物件的金属外壳，顶头阁用手写的简体字。经过运安会调查，有可能是火箭外壳。有军事专家也认为讲，有可能是飞弹的外壳。伫咧海沙堡顶馆有一个半圆形的金属物件，外壳明显有臭灰带混杂，内部是一格一格芳寿形的结构。顶馆阁发现有手写的简体字，经过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分析了后，19指出无排除讲是中国发射测试的火箭残骸。它可能是火箭的残骸，机会比较高。上面写的中文的简体字，跟我们在台湾习惯用的繁体字完全不一样，所以很明确的看得到，应该是对岸的物体。运安会表示，那就是中国的火箭残骸，超2.4公尺长，10日出现伫咧宜兰总围的海沙堡顶馆，残骸结构算是材质较轻的复合材料，甲民航机外观的铝合金也是钛合金无共，而且嘛无生产编号，所以排除金属物是航空器。
推断是中国撤下火箭了后，残骸经过海流流来台湾。若是军事专家是认为，以外口来分析，有可能是飞弹残骸。发射的时候，弹道飞弹跟运载火箭在角度上会有一些小小的差异性啦。但是如果是中长程的这种弹道飞弹，它本身也还是垂直向上发射的。它那个扣掉那个装载的这个部分，其实弹道飞弹跟运载火箭是相同的东西。另外，施孝伟嘛推测，残骸是中国2年多进前由海南岛发射，伫咧飞过程当中流落去菲律宾海，经过海流才来到台湾，甲对方最近所做的军事行为关联性并无大。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北京疫情是继续伫咧炭烧，伫北京传出去的疫情，目前已经分散到河北、四川、辽宁、浙江甲河南省。中国10月新增加32个确诊病例，其中有25例伫咧北京，8天以来也增加180例。不过，中国官方表示讲，这款的病毒是对欧洲来的，并现出是伫欧洲流行的病毒更较巨型，有可能是咧藏伫冷冻食品内才传到中国的。6月18日，我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5例，完成调查的21例确诊病例均与新发地市场有关联，4例正在流调中。北京疫情继续伫咧滚价，10月新增加确诊有真侪甲新发地批发市场有关系，其中8人就是新发地附近参观的员工。官方无建议民众食对新发地市场所采购的海产，也是豆仔类的食物。若是北大国际病院一个护士，嘛因为接触确诊患者来感染，表出院内感染的状况。若是北京总共有183个确诊患者送去北京的地大病院，其中已经有重症13个人。毋过，中国流行病学专家吴尊友强调讲，真侪省都已经采取隔离，北京嘛是同款，无必要收过头防范到北京来的人。像这个安全码呀、大数据呀，都能够呢对每一个人的这个行踪啊进行这个总结，进行风险评估。不是呢1到7，既然你北京出现病例了，有一个高风险区，你整个北京市就采取这样一个强制的。吴尊友嘛指出，详细研究发现，市场卖海产的感染人数比其他类型的人数更较侪。初步判断，温度较低、湿度较悬，适合病毒生存。流行病学专家一直强调，北京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受到疫情的影响，北京政府加强对海产市场的监控，北京部分批发市场停业，送去北京的农产运输嘛欠司机。今天你是需要给北京供多少吨货？今天大概得在50吨。那2辆车现在还没有着落。告诉这些司机师傅回来不要回家。中国官方公布6月18，中国新增加32例确诊，其中北京就占25例，河北辽宁继续有确诊者出现。目前疫情已经拖到辽宁、四川、河北、浙江以外，而且佮新增加河南省。现有重症病例数连续5天增加，病例救治和流行病学调查仍然面临较大挑战。中国疾控中心10月嘛向世界卫生组织甲国际发布北京市病毒基因组数的资料，而且强调研究结果显示，病毒是对欧洲来的，毋过比欧洲即马流行的病毒佫较老，可能潜伏伫冷冻食品内底。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咧北部有某一间军事学校教授，长期以来会甲学生卡来手来，毋过即寡学生会烦恼家己的成绩会受到影响，所以拢是毋敢家检举，是毕业了后才敢提出性病调查申请。虽然讲调查有调查过啊，只不过只是甲这位教授记过100亿，毋过这受害者认为无公平，学校的教评会也是今仔日也决议讲，要甲这位教授改聘3档。更夸张的是，隔着衣服轻按式的抚摸我的腰，长达10秒。去互兼任所长的指导教授，几啊届性骚扰，这个 A 同学身心受到创伤，烦恼无法度毕业，等毕业了后，才敢申请性病的调查。我觉得我被剥夺了什么，完完全全的被侵犯，我没办法好好睡觉，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屈辱的感受。毕业了后，看到教授还搁伫咧群组内底写有色的笑话，A 同学决定甲学校控诉。不过教授知影封申诉了后，伊有写回信的批，内底讲到，若是学生有淡薄仔暗示或者是反应，伊一定会赶紧自我修正。然后昨天又动用各种关系去情绪勒索当事人，造成他3度的伤害。经过性病的调查，有骚扰是事实，而且受害的学生有3个，煞干那建议记过1届。而且写对于所长的职务，也若 A 同学伫咧学校教评会20要举行进前，搁出来甲控诉。毋过前一暗，伊甲伊做军人的老爸受到真侪关心。
那为什么会暴露我的身份，甚至是我爸爸的身份呢？我真的拜托要帮我保护我的爸爸。 我很害怕他们会秋后算账。学校的教评会临时提早伫咧19来召开，经过真长的讨论了后，决议讲，甲这个教授改评3年。也若人本甲立委林昌佐指出，国防部应该全面清查，甲遐有别个受害者，而且爱甲伊协助。也若军事院校的性平案件，并无同步通报去教育部的系统，是真严重的空棒，应该爱赶紧检讨。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桥头地检署有一位公诉检察官，伫咧开庭的时阵，毋是看手机啊，无就是看报纸。这款无专业又阁无要无紧的态度，去互民众家检举。19法务部的会议也审议通过，要甲这位检察官警告处分。 今年4月份，高雄桥头地检署一个公诉检察官去互民众检举，伫咧开庭的时阵，公开耍手机啊，甲看报纸，影响检察官执行公务的形象甲公信力，连法务部长蔡清雄嘛拢看袂做，认为行为无妥当。检察官在法庭上执行职务，应该要尊重法庭，而且对于你的职务啊，也应该要有所尊重，对于人民的期待啊，也不能辜负。 检察官是司法的门面之一，开庭的时阵煞无专心，互民众的感觉无好，打击到司法的形象。嘛无怪法务部长的面色真歹看，骂讲不可取。桥头地检署19嘛针对这件代志出面回释咧，而且说明。检察官是说，因为刚好那阵子是疫情比较严峻的时候啦，那他想要关心一下一些疫情，所以就顺手就把报纸就拿去看了。那对这样的行为，他深感愧疚。 耍手机的部分经过司内查证，是咧找证据甲联络公布。法官因为开庭真无用，所以迄当阵嘛无注意到。桥头地检署表示，这检察官是头一届安尼做，这嘛是第一届接到这款的检举，未来会加强监督。记者综合报道。在今仔日，苹果日报对外表示，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打算要甲员工洗头料，减少因的营运成本。根据到内部员工表示，即批放洗头料的人大约有70至100。 因为数位化的关系，台湾的平面媒体要经营是更较困难。最近传讲苹果日报伫要裁员，苹果日报19嘛正式裁员的计划，表示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致使营运亏损，最近确实有伫考虑缩编，希望会当减少亏损。毋过裁员的幅度甲计划，目前拢还未确定。 根据苹果日报内部的员工表示，裁员的范围包括编辑部甲业务部，影响人数要甲成100人。19报社会通知去向裁员的员工，后礼拜正式提出名单。苹果日报工会对资方提出2点诉求，希望互有想要离职的员工家己去自肯，还有针对去向自肯的工会会员加发自肯费或者是已购工资。资方表示会过来建议，应该要有充分的劳资会议在事先告知，而不是在劳方完全不 清楚的状况下面，从外界得到消息。其实，伫咧各集团的周刊伫今年3月份，因为未堪入亏损停刊了后，苹果日报报一波的裁员潮。了后，创办人李志英4月份佮真罕哩出面表示，经营拄着困难，发声拓者支持付费订阅。学者就指出，无法度成功推动订阅制，是苹果日报经营的致命伤之一。台湾的听众还没有习惯这个付费的模式，那 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危机，希望同时也能够是一个转机哦。我想，如果是有价值的线上的内容，那台湾的乐听众可能思考一下。网络的平台，特别是跨国平台，像脸书跟 Google，拿走了大部分的广告营收。学者认为讲，伫咧数位化时代之下，民众改变使用媒体的习惯。 媒体上重要广告意识嘛大量转去网络新媒体，互平面媒体搁较无法度支持落去。对《周刊》甲创刊32年的《日头暗报》小连续停刊，到《苹果日报》大幅裁员，拢凸显出台湾报业的时代拄着困难。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日本的前法务大臣河井吉行，甲也是参议员的太太河井案里，因为牵涉去年7月伫参议院选举，甲地方的机关以及着条仔卡，拢总有94个人乌西买票。日本警方伫10月也甲这2人移送法办，这是日本头一摆有现任国会机关互抓起来记录。
受到媒体包围，日本前法务大臣河井克行因为涉嫌贿选，和检方拘捕。今年57岁河井克行涉嫌伫2019年3月下旬到8月，用2400万一票，差不多代表600多万，向广岛的地方议员甲后援会干部超过90人买票。どれぐらい入ってます？30万円。はい。近くに参議院選挙があったものですから、もらうと後で頼まれることがあるかなというような感じはしましたけどね。当时，自民党的广岛各地方议员联盟嘛，捌为着是毋是爱推出河井案例做候选人发生内部分裂。严过46岁河井案例，其使用170万一票，差不多48万代表乌西牛名条啊卡，甲红赛拢当选国会议员。有古在乌西的广岛县议员嘛出面作证，因为选举进前，这对红阿某的竞选总部收到当时的政党自民党的汇款1亿5000万一票，差不多4200万代表支援选战，其中都有败选的政党收到1500万一票。虽然河井阿某表示并无做违背良心甲法律的行为，不过其实为着要甲自民党做分割，两个人已经伫17申请退党。目前在野党团、政治学者甲部分自民党员拢要求因翁阿某说明选举资金的用途，因为河井克行捌做过首相安倍晋三的助理，甲安倍关系真好。伫民众不满政府处理疫情的态度，加上进前执政党争取要延长检察官退休年会状况之下，拢互民众对安倍支持度一直降低，可能会互安倍伫明年任期结束之前提早下台。记者陈世东整理报道。澳洲的总理莫里森伫19表示讲，因的国家最近受到网络攻击，而且看攻击手法来判断，应该是国家级的骇客来创的。虽然无破白讲是啥人，不过有专家直接认为讲，幕后的主使者可能就是中国。澳洲总理莫里森19提出警示，要求各级单位、公家甲民营的机构等等，拢要加强防护家己的网络安全。Australian organisations are currently being targeted by a sophisticated state-based cyber actor. This activity is targeting Australian organisations across a range of sectors, including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industry, political organisations, education, health, essential service providers, and operators of othe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莫里森并无指出是虾米人发动攻击。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执行董事詹宁斯认为讲，真明显就是中国。伊表示，中国发动的几率有95%，甚至搁较悬。而且讲，中国一直对澳洲政府甲企业的运作、政策的制定，也搁有由虾米人来做决策的人，中国是一直拢真有兴趣。We know it is a sophisticated state-based cyber actor because of the scale and nature of the targeting and the tradecraft used. There are not a large number of state-based actors that can engage in this type of activity. 莫里森表示，10日暗时已经甲英国首相强生讲到澳洲最近几个月受到网络攻击的频率愈来愈侪，而且寻求甲国际情报分享团体五眼联盟来合作。也若澳洲政府正正邀请几10个国家做伙调查新冠病毒的来源，引起中国的不满，致使两边的关系嘛拍歹。另外，2019年年初，澳洲主要的政党甲议会嘛受到骇客的攻击，因同款怀疑是为国家级网络骇客行动来的。不过，坎培拉当局迄当阵是拒绝对这件代志做评论。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香港荃湾有一间购物商场，内面有一间卖囡仔衫的店头，内面是放满民主女性的雕像甲冷冻墙，这也是代表讲是反政府示威物件。主妇却因为用到违反契约内容，要求店家要甲这寡物件全部清掉。荃湾如今新城的囡仔衫店 Tricky Duck， 十八这间店里拢是人，大家拢无用伫甲店门口的民主女神像翕相登卡，而且用纸条写各种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话，搭伫咧店里这面玲珑墙面顶。想唔想多啲你？點解嘅？因為有個民主女神像喺度。即係等小朋友同埋我哋大人都好啦，可以帶到呢個信息俾我哋嘅下一代咯，等佢哋知道其實喺香港言論自由同民主絕對係對我哋香港一個好重要嘅價值觀嚟嘅。
Tricky Duck 伫咧香港有13间分店。今年56岁，头家周晓亮因为想要宣传民主意识，16父亲节这天，伫咧专湾的分店设一座2公尺悬的民主女神像，还有连农场甲啥物是民主之类的囡仔册。过长工就引起第三管理公司来函，内容引用租约内底条款，讲店内底装置需要得到业主的同意，无摕到许可的状况之下举办展览是违法，嘛是超出税处用途的行为。要求周晓亮甲这挂展览品拆掉，这件代志佫引起中国党媒环球时报旗下的环球网批评。用伫咧内地钱头有够啊做主题指出，这间囡仔衫店内底藏的是暴徒的雕像。And I hope my first voice as a businessman would create the second voice, and the third voice, and the fourth voice, and eventually business people will come out and tell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at these things are wrong, and pause, don't do this to the Hong Kong people. 周晓亮这间店面的租约，甲这个月就到期啊！伊甲业主如今新城管理处是摆伫19会面进行协商。记者综合报道。对疫情爆发以来，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一直甲水岸以及着防疫物资送到散车较弱势地区去，也因为经费开始不足啊，按算对7月第3个礼拜开始就要停止运送，恐怕对防疫会真不利。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18讲，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已经免费再送2600名人道主义甲医护工作者到亚洲、中东、非洲这40个所在，也继续对132个国家运送几啊栋的水岸、手套甲防疫设备。也因为需求快速增加，离今年所需要的9亿6500万块美金的经费只有14%，大约是1亿3200万块美金的资金到位。剩咧无够的钱，若是无马上补入来，这运输服务拢会在7月第3礼拜来停止。The COVID-19 virus is not slowing down. We are seeing cases flare up in Latin America and Africa, and disruption to commercial transport links and supply chains is continuing worldwide. The entire humanitarian and health community is relying on WFP's logistics services now more than ever. 一旦补给运输停起来，对战乱散车国家的防疫会真不利。亲像一直伫拍内战，全国8成人口拢倚靠国际人道救援也门，就是其中之一。More than 30 of the 41 UN-supported programs in Yemen will close in the coming weeks if additional funds are not secured. Now, more than ever, the country needs the outside world's help. 也门5年来前已经夺走10万人的性命，国内医疗、饮水、基础建设拢歹了，也面临涝土症、天高热甲新冠病毒这疫情威胁，人道危机比以往更加严重。联合国援助也门所需要24亿美金经费，在6月初2关注这大会，敢若得到国际人权13亿5000万块美金，而实际上收到钱也无到一半。联合国呼吁各国唔若爱积极援助，也必须爱赶紧做。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疫情，医疗器材民众爱家己负担差价问题，在今透早健保会也召开今年度第4摆会议。会后结束了后，立政的代表做会发表声明表示，健保的财务以及着民众的负担拢是重大，也呼吁政府就要定出民众负担医疗器材差价的上限标准。先前健保署公告，健保自费差价医材收费上限，引发医界反对了后，宣布暂慢实施这政策。早起健保会召开今年度第4摆会议，会后19位付费者代表共同发布声明，呼吁政府坚守政策，落实订立自费差价医材费用上限，创造医病双赢。我们的健保总额都有上限，成长都有上限，那反而是在特材的部分，你就完全开放，变成没有上限。我想这对我们所有付费者来讲是不公平的啦。付费者代表讲，健保财务负担愈来愈重，民众负担也愈来愈多。不过，民众薪水甲 GDP 无甲健保总额成长斗阵起。健保的精神就是爱保障民众的就医甲健康权，所以确保有适足的给付项目，而且订定合理的自费额度，就是政府的责任。我们定期来收集各个医院关于自费的部分的各个价格，然后呢，定期收集以后，我们来做分析，然后再公布。医界是认为，医材采买成本在各病院确实因为使用量会最少量无同，那成本计算爱用一个有上限的计算来处理所有问题，确实会比较困难。
这个差额上限，如果它是属于健保给付的差额，是属于自费范围，要不要去管制？如果真的要管制的时候，这个差额上限的这个上限到底是定在什么样的那个点？我觉得这就是很重要。健保署他回去会再去做整理一些资料，详细的东西还需要再补充。对最近伊在上限争议，健保会讲后续爱等健保署决定，议定相关配合做法了后，开会讨论才发度定案。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国际研究，发现胃药内面若准有一种号做雷尼替丁的成分，抗愈久内面致癌的成分就愈悬。是表示去年也要求药厂爱家己做检验，所以发现讲当总有720万粒的胃药啊，这款胃药啊号做乙定爱随来入境。就是这款专门用来治疗胃烧、胃酸过多、12指肠等医生的处方药啊，叫做约尼婷，模拟定150毫克。因为药品的成分雷尼替丁被验出有致癌易率的 NDMA， 所以需要要求厂商自这么开始就要下季停止供应，而且1个月内要完成回收。它的含量是高出了我们每日的摄取量，所以我们发文要求中化它必须要做下市回收。食药署讲，经过药厂自主检验确认，这下季配合包括1720058、1720059、1720060、1720067、1720062、1720063、1720109、1720116、1720119、1720120等10批，总共720万粒。这个药品它的批号是用钢印打上去的，好，所以民众其实不是很容易去看。在左上角这边有它的批号，好，政府目前公告有10个批号要下架，像这个药这个批号就是不用下架的批号。这个药本来就是比较旧了嘛，那现在有很多新的药效果又比它好，那么副作用可能也没那么多，那么我是觉得医师还有很多别的选择可以用。根据食药署的统计，这种药啊，在全台湾的胃药啊是占了差不多1/4，健保伫108年的使用量差不多8000万粒。因若其他也有使用雷尼替丁的19间药品许可证的持有商，就要在今年7月31之前，向食药署提出安全评估报告。若无自8月初开始，也会暂停供应甲贩卖。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大学指考日子是7月初3到初5，这回有43000多人考试，比去年减少5300多人。不过，订考学生对去年8200多人增加到9000多人，头摆超过2成。有专家也表示讲，新课纲施行了后，订考的学生有可能会年年增加。学测考了无好，个人申请不如预期，应该毕业生也伫学校一直拼一直读。不过要拼指考，也要定考生。杨同学去年繁星推荐录取私立大学药学系，后来去了后决定定考。我是从高一就开始决定要读医科，重考了之后学测没有考上，想说为了明年如果要考学测，如果我能把指考的范围我先准备一次，对明年的学测应该是很有帮助的。一定要医学系才要读拼定考，要大学生为着未来出路，只好定考。大考中心统计，指考报名人数逐年减少，定考生却是增加。105学年总共6000名的定考生，占的比例是11.79%，去年是16.89%。今年总报名43000人，就9076名定考生，占比率首度超过2成，来到20.74%。升学辅导专家讲，定考生每年增加，甲111年考招新制度实施是有关系。108课纲以后有一个那个学习历程以后，就是申请入学这一块变成86%需要看在校成绩，所以我是觉得短期的这1-2年，就是非108课纲的他们会有这个现象。今年学测定考生是14年来上多，有数学满积分大大增加，部分的定考生精算失败，也是指考定考生增加的原因之一。专家坦白讲，明年是99考纲学制最后一年，学测甲指考定考生应该可能会更加多。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百货公司的专柜产业工会调查，专柜人员去互百货公司发的比例真悬，而且真侪拢是无合理的。亲像是小目做唔对，就爱罚款人客开钱的30倍；若准是啉水坐咧，也拢会罚款。
一个伫中部某一间百货公司工作的19岁工读生，下班袂记的关电话，互百货公司罚1万块。伊知影家己唔对，毋过感觉罚款伤悬，无度负担。台湾专柜甲销售人员产业工会收到未少的投诉，防无法律来开发。亲像有顶小厝5防罚消费金额30倍，专柜若是无人1点钟罚1000块，也会加倍罚。何总若无符合规定，啉水洗内使用手机拢可能会用罚。是由楼管去做判定哦，就是这并没有就是一定的标准，完全就是看楼管自己想开多少就开多少。工会统计常常红发的前3名分别是出国群，也有营业销售、行为服装。其中，远东百货、统一时代甲新光3月接过罚单的专柜人员分别是前3名。对此，远东百货回应，因为这份统计内底甲数据也纳入计算，所以讲人数较多，并无公平。百货公司的立场是希望善尽管理，提供安全舒适的买物件环境。如果你不是雇主，你为什么可以去要求他出缺勤？你为什么可以要求他配合百货业来排班？你为什么可以要求他那个服装仪容？你为什么可以要求他不能够站、不能够坐、不能够喝水？这个都是雇主才有的权利哦。观察者认为，百货公司专柜人员属有专柜品牌，百货毋是专柜人员的头家，对专柜人员的开发欠缺适法性。政府应思考修法来约束这类特殊的劳资关系，保障劳工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随着疫情冲击，咱的桃园机场无旅客，免税商店也免讲有人客来啊。陈兴昌表示讲，已经甲银行借钱会发薪水予员工，也按算对7月初1开始，甲台中、高雄机场1半以上的店家关起来降低营运的压力。机场是规个空拢拢，免税店的业绩也是稀累累。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桃园机场旅客的人数减真济。10到2七，出入境的旅客敢若有2200人次，比陈兴昌免税店伫咧桃园机场2300的员工要搁较少。很冷清，对啊，就基本上没什么人。既然来了就逛一逛，对啊。为了收入，陈兴昌4月去办特卖会，还佫有伫咧网络卖物件，不过要是无够用。面对全台湾6000个员工，陈兴昌表示，因是喙齿筋加力咧动，佮甲银行借钱发薪水，除了500个主管拢减薪水，嘛决定为7月份开始，甲台中、高雄机场1半的免税店关起来，降低营运的压力。民众嘛认为讲，企业都要长期来抗战。整个国际社会有800多万人确诊，这种情况的话，应该会再延续下去。估计可能到年底又有一波疫情，所以这个要做长期抗战的准备。台湾最近疫情有较缓和，国内豆豆解禁，不过国际航班也是受到真严格的限制。除了员工的薪水，机场免税店也搁爱派机场公共服务医护的费用，甲国际各大厂商的合约，也搁有商品库存的压力。业者希望讲，边境的管制会当早日豆豆解禁，嘛希望政府会当提出纾困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礼拜就是夏至，东港也有天文机关日全食，伫咧云林、嘉义、台南、台东地区，拢是真好的观赏地点。其中嘉义县政府搁在推动相关的活动，而且空军也配合2场 F-16战机的冲场表演。战斗机飞过头壳顶，互看到民众拢相当的欢喜。空军第4联队配合着嘉义县市政府6月21号10日的活动，会安排2场战斗机的演出。我们很开心的邀请到我们嘉义的水上空军基地，能够有 F-16的战机来帮我们冲场的演出。大概在4点50分左右啊，我们就会飞过我们北回归线的上空。我们希望大家把这个相机准备好。抓到最难得一见的镜头。4日的天文机景无看到，都要搁等将近200年，所以即届会用看到4日的县市，亲像云林、嘉义、台南等县市，全部拢真用心，配合推出优惠，刺激人气。在饭店就可以看到日全食，我觉得非常的棒，不用人挤人这样。即马拄啊蚵啊当上肥当肥，吼拄啊北方过咯来当肥当好食。4日的发生主要是为了行甲太阳甲地球之间炸着太阳产生4日现象，推广天文研究的老师就呼吁大家爱把握这届难得的观测机会。下一次如果要在台湾再看到日环食的话，就要再等到2215年。好，那这个是所以今年的6月21号日环食，对我们这一代的人来讲是相当珍贵的一件事情。6月21号，嘉义县市拢举办各种活动来吸引游客，希望透过观赏4日奇景的机会，提升在地观光产业的收入。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在咧水果当中，芭乐的力量上介低，而且伊的营养价值又阁真悬。台湾的芭乐其中珍珠芭乐占市面有95%。农委会高雄农改场开10年的时间，开发一种新品种，获得珍翠芭乐，也正受到农民的肯定。日头之下，芭乐树树枝半开，搁较会当通风。一年半树仔就生做比人搁较悬，结成大量的果子，逐粒拢圆滚滚。这是高雄农改场投入10年育成的新品种——高雄2号珍翠。那产量比主流品种珍珠芭乐加2成，伊的肉厚度嘛增加2成。农民认为，伊真有外销的竞争力。较无迄种秋冬季的是夏季交冬季的差别，所以伊的产能、产量佮伊的品质稳定度足悬，所以就较袂惊讲因为外销造成问题安尼。国内市面上95%的芭乐拢是珍珠芭乐，但是伫热天品质是差真侪，口感嘛较无好。为此，高雄农改场希望培育出刺激热天芭乐市场的战斗型品种。珍翠的肉质较偏黄色，食起来较脆较幼，滋味佮酸佮甜，糖酸比例适中。面对极端气候嘛，比传统的芭乐佮较有耐受度。它可以达到好吃的品质的条件之下，可是不用用这么高的栽培技术门槛，农民会比较容易上手。将来珍翠芭乐拍算采取逐粒拢会当追溯来源，往高单价市场通路去发展。10公斤介绍估计比珍珠芭乐增加10块。农改场已经甲品种权专属授权予潘天进，由于生产甲来卖知影，想要投入生产的农民嘛，需要加入追溯系统，或者是产销履历。记者李新文、陈昌伟台北报道。芭乐看煞了后，咱即马来看下芒仔瓜。正是芒仔瓜大出的季节，伫中华保盐就一位农民，一个种芒仔瓜真厚，特别对国外引进一种无菌的培养土来种特殊品种的芒仔瓜，咱也做伙来去品尝一下。把水的芒仔瓜加一喙甜搁脆，连民众拢用大头毛比赞。真甜搁真香。中华保盐乡的果子农陈国进，为着要种出品质好搁甜的芒仔瓜，14年来费真侪苦心，连种芒仔瓜的土拢是对外国进口。它是从北欧、北美那个寒冷地方过来的，那它那个土就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啊，几乎没有什么带很多的病菌问题，就是一个植株只留一颗果实，那会让养分全部都集中在这个果实上面，那确保它产品的品质稳定度。为着高品质，陈国进的果子树一丛敢若留一粒果子。而且，伊个特别在2种品种无同的芒仔瓜，提供给消费者选择。阿鲁斯的网纹洋香瓜，它口感就是很绵密。那新疆哈密瓜，它的特别就是清甜香脆。好食的芒仔瓜，互人一喙刷一喙，食袂煞。连在地乡长嘛学了教。甜甜的味道很香，它让人很想说哦，我很想要再吃。咱台湾种的果子品质同人学了，即阵芒仔瓜大出当着时。热天食了到地，实在互人心凉鼻倒开。记者综合报道。去年有民众伫咧花莲发现一只吊伫咧鸟网仔的油隼，油隼也有人号做是红鹰。这款动物是保育类的，也因为伤过细只，随送到野鸟协会。经过8个月照顾，这只油隼也已经大汉啊，在今仔日也去到秀林乡的水源国小，放伊登去天地自由飞。美丽运送箱内底，油隼要准备登去大自然，虽然已经互人类照顾8个月，啊，毋过看起来真紧张，目睭擘甲真大蕊，不时甲四顾天开来警戒。工作人员甲伊带去空快运动场，门开无偌久就飞起来。它特别的是，它是全世界隼类里面体型最大，那可能也是飞行速度最快的。它俯冲在捕捉猎物的时候，时速可以超过300公里。这只油隼是去年10月份，互民众伫咧红林山的山边发现，迄当阵阁是阿成鸟的伊，无说日去吸到鸟网了，险啊死去，叫送去花莲野鸟协会救伤中心来治疗。经过8个月照顾，经过兽医师鉴定，已经会当野放。刚开始它会主动来找东西吃，县政府会提供有鸡养殖的鸡心，然后据说就是2、3个月以后，它慢慢成熟。就会怕人了。因为油隼是足少块，以及保育类野生动物，根据资料，花莲伫103年到今嘛甲野放过3届，所以当参加这届活动，老师甲学生拢真欢喜。我们人类介入它的生活的时候，原来是鸟类的影响是这么大，所以我很震惊。然后其实，在当下我们非常感动。
花莲县政府强调讲，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家己说掠鸟网若是掠到保育类动物，会当处罚有期徒刑6个月以上3年以下。若是农民需要保护农作物，要来设置掠鸟网，是必须要向国公所来申请。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市安南区有一区所在，号做都市计划游乐区，特别来起度假村。上紧在今年10月的动工，有真侪机关也烦恼讲会冲击湿地，影响到乌面腊八保育。这块地有6.3公顷宽，未来会规划设置旅馆、美术馆、休闲中心等等的度假村。这个月初10通过环评，上紧伫咧今年10月份的动工。不过，几下的议员质疑讲，这个地点离大江国家公园，还佫有4草野生动物保护区真近，开发了后，可能会影响到4块内的环境甲水质。质疑台南市政府无咧注重保育乌面腊八。这个所在是台江国家公园、交四草野生动物保护区、交四草国家重要湿地，紧邻这个隔离带38公尺。你甲想，这严重的代志，既然唔免2次环评，我安尼做，我绝对控制到底。议员阁批评讲，环评召开的时阵，台南市府嘛有派人参加，不过煞无人替保育乌面腊八发声。针对这点，台南市长黄伟提示讲，无排除看情形定自治条例来保护野生动物。不过，袂干那针对乌面腊八，是会保护全部的野生动物。那地方如果要订定自治条例，是顺应中央的法律规定来做全方位的，包括所有的这个野生动物或是所有的鸟类的一个保育的自治条例，而不是针对特定物种的自治条例。我觉得其实这个需要性还有待评估。台南市都发局表示，若要开发，爱提出详细的计划，送去台南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审议。出流管制计划嘛由水利局伫咧审议当中。另外，开发案对生态也有环境的影响，拢有专职单位甲委员会来审查，通过了后，才会核发开发的许可。记者综合报道。法国有一位真出名的摄影师，号做布列松。伊伫咧1948年的时阵去中国10个月，也翕到中国解放军逼到长江，国民党政府准备要退到台湾时阵，迄个时段的相片。这款相片未来也会伫台北市立美术馆展览。目睭看去，船是一只过一只。苏州河顶去互导览的人是客甲吵。1948年12月份，上海的民众是感觉真不安，而且钱嘛愈来愈薄。民众伫咧上海外口的银行，真着急要甲金圆券换做黄金。迄当阵人伫咧现场的法国摄影师布列松，甲这个情景翕落来。这张相片是底片内底第37张相片。这张照片有非常多不同的眼神跟角度，它其实让这整个画面形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张力。一卷胶卷呢是有36张，可是这张胶卷它其实出现的位置是在第37号的位置，所以我们等于说这是一个偷来的照片。布列松伫咧1948年受到美国生活杂志的委托，去中国翕北平最后的日子，记录中国政权的替换。了后，伊阁去上海，过当年4月份，伫咧南京翕到国民党的士兵用沙轮车运送物资，准备撤去南方。2天了后，记录到中国解放军入城，民众真好奇，徛伫咧街仔路咧看。它对于台湾的人民来讲，它有一个历史补缀，好像缺了一页，不是那么清楚。我们可以靠这些影像重访那个时代。布列松伫中国这系列的相片，会伫20开始，伫台北市立美术馆展览到11月初1。布列松红合作20世纪上伟大的摄影师之一，透过伊独有的角度，见证近代历史转变的过程。也若台北是这届摄影展览全球巡回头一站。记者综合报道。这届当奖的星级医药奖是3位来自美国、英国、甲日本的医学家摕到，是为着要表扬因伫咧细胞激素研究、连带催生扩发炎、生物药剂研发，抵引着一寡有辛苦病痛的人。肺炎疫情伫全球一直拖，确诊人数也一直增加，也互相关药物、疫苗研发备受关心注意。第4届动奖公布星级医药奖项，3名获奖医学家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甲细胞激素、促使抗发炎的生物制剂加药物研发有关系。COVID-19， 我想各位也知道，大概10%的左右，它是比较严重的。这3种细胞激素为标的的生物制剂，在这个治疗细胞技术风暴的时候，有非常大的潜力，与世界各地皆有进行中的临床实验。3位得奖者马克·费尔德曼、查尔斯·迪纳雷罗，也有岸本忠三，因分别发现细胞激素内底的肿瘤排斥因子、钙倍数1加钙倍数6，伫发炎反应的关键性。
将中衍生的生物制剂是真侪自体免疫，也是发炎性疾病患者用药。部分药品在这波疫情中被证实有效。Also very glad to receive this prize together with my old friend. I thank all who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interleukin-1 in both health and disease. It's my pleasure to record this little video. What does it feel like to receive a Tang Prize? And the answer is very nice. 过去每一届拢会邀请得奖者来台领奖的动奖，今年因为疫情关系，只好挽距离连线。对18开始陆续公布获奖名单。这阵永续发展升级医药已经颁发完毕，离汉下家法治奖项会在22日来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你就知。北部地区对27度到36度，中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东部地区对27度到3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6度到32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咱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是下字这个词。下字汉字写作下字，罗马字写作呵的下，子以字。下第7条，字第3条。下字是一冬内面日时上长的时，这个时阵黄霜啊雨已经落雪，完全是热人的天气啊。气温称悬，有一句俗语讲，下字爱食唔爱去，就是讲这阵天气变热，人就会变面单。过来嘛，因为对流紧。过到时啊，定会落西北雨。人讲西北雨落袂过田花，就是讲这种雨连绵来连绵去，落袂久。有时阵要出门，看到咧落雨，雨满才穿好，出门雨就停啊。这个季节定定会有风台，人讲夏至风台就出世，就是讲夏至了后，风台就会定定来拜访台湾。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风台天就乖乖啊踮厝，唔通四界拍拍走，安尼真危险。救啊！这气行到夏至，山野是当咧大出。俗语讲，望景夏至，山野落地，就是讲山野到这个时节。是上好食的在藏红的，因为咱台湾南北气候无同，夏至的时
中北部的稻仔还咧收成，所以咱会讲夏至早暗季。不过南部收成较紧，已经开始搁播新一期的稻仔，所以会讲夏至经济交气。六夏至爱食唔爱去。西北雨，路袂过田花。夏至，风台就出世。望正夏至，山影落地。夏至的时阵，出门做事，也是出去佚佗，爱记哩加啉外滚水哦，唔通着山呢。咱今仔日的逐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